第三行嘅字，我哋將 S 嘅子音加上 A I U E O， 變成咗 sa shi su se so。第二個 she 我哋唔會單純讀成 si 嘅 c， 呢個類似係英文 she 嘅 pronunciation 咁，會讀成 she。我哋再聽多一次 S 嗰行嘅發音 sa shi su se so。睇一睇點寫。第一個沙字同頭先寫過嘅 key 字嘅字樣差唔多，爭咁一畫嘅。sa。第一個沙字同頭先 key 唔同，冇兩畫，不過我哋可以當成有個十字架喺啲沙嗰度，呢個係沙。第二個 she 讀音好似英文嘅女仔她咁，我哋就當有個女仔坐咗喺張凳度，呢個好似個女仔咁，呢個係女仔她嘅 she。第三個字 su 嘅字源係串字，串字嗰一點我哋呢度寫到好快變成咗一個圈，呢度係一筆過嘅。首先畫咗一畫之後，呢度個圈打返上嚟轉彎，呢度寫完之後都會比較 smooth 嘅。第四個世界個細字嚟嘅 se， 然之後最尾 so 寫完英文字母裏邊嘅 z， 再加上個 c 字，呢個就係 so。另外有啲寫法會好似寫個 Y 字喺樓上咁，再寫個 C 字嘅，呢個係潦草嘅寫法，可以一筆過咁寫。我哋聽多一次發音，再睇下sa shi su se so可以拼出乜嘢字。sa shi su se so。第一個雨傘嘅傘字，我哋將卡同埋沙夾埋，變成咗casa。第二個我哋最中意食嘅壽司，壽司嘅讀音係 sushi。雖然我哋平時講 sushi， 不過嗰個似乎係英文多啲，呢個係 sushi 後邊高音嘅。第三個 su 開始，西瓜我哋叫做 suika， 就係頭先呢個 su 加 e 再加上卡，再落去呢把線叫做 sensu。呢個係字母表裏邊嘅鼻音，最尾嗰個位嚟嘅，呢個係 sensu。最尾有 shiso， 就係我哋平時食 sashimi 下邊嗰塊香葉，呢個係紫蘇葉嚟嘅。shiso。跟住落嚟有 t 加上冇音嘅 a i u e o， 變成咗 ta chi tsu te to。第二個唔係讀 t， 呢個會變成 chi chi 嘅讀音，類似英文嘅 cheese 嘅 chi 咁。而第三個 tsu 呢個類似普通話嘅 zh c s 嘅 z 咁樣。我哋已經見過有三個 special 嘅讀音，就係頭先嘅 she 同埋 chi tsu， 其他就冇乜再有特別嘅讀音噶啦。再睇一睇 ta chi tsu te to 嘅寫法，第一個他係太陽嘅太字嚟嘅，字形都好相近，不過嗰兩點就飛起咗啦。至於第二個 chi，好似一個阿拉伯數字嘅5，不過呢度出咗界咁。咁我哋就當有5嚿 cheese 芝士嘅 cheese， 跟住再睇 z 嘅寫法，好似普通話嘅 z c s 類似嘅讀音。呢個我哋會一呢個位，將呢個字寫得靚啲。第四個有 te 字，好似個月字咁，不過呢度唔會翹返上嚟嘅。最尾仲有拖字，我哋可以想像下有隻手拖住個包袱咁，呢個係拖。再聽一聽 ta chi tsu te to 嘅讀音，然之後我哋睇下佢嘅生字。第一個我哋將個加上唱歌，我哋叫做歌。
第二個唔係 t 係 chi，ち、將呢個 e 加上 chi 變成いち、 ichi， 即係一咁解。いち、再落去つ、將 ku 加上 tsu 變成くつ、くつ、靴嘅漢字寫個靴字，不過呢個係鞋咁解。手係單一個 te 音。て、て、至於時鐘漢字會寫成時計，呢個讀時計、時計、と、 ko け、 ke 加上 e ke e 會讀成長音，好似將個 ke 字拉長音咁。呢個會係比較自然嘅讀法，我哋遲啲會再講解長音嘅規則。時計、跟住落嚟會再有 n 加上 a i u e o， 變成咗鼻音嘅 na ni nu ne no。 記住呢個係鼻音嚟嘅，其實普通話同廣東話裏邊都有。睇一睇 na ni nu ne no 嘅寫法，第一個な、一畫一撇，好似寫個 J 字咁，不過我哋會先點咗，先至畫呢個位嘅。呢度轉彎嘅時候都會比較直，落到底先至轉彎會比較靚啲。同埋注意呢度唔會再翹返上嚟。に、第二個呢字，仁慈個人字嚟嘅，咁我哋可以留意到差唔多樣嘅。咁我哋嘅記法係日文裏邊數1、2、3係1、2、3，2係呢，好似佢嘅片假名嘅字源咁，但係平假名都有個2字喺度喎，咁我哋都會讀返呢。ぬ、睇返呢嘅字形。呢個字源原來係奴隸個奴字嚟嘅，咁我哋可以睇到呢邊有女仔個女字，後邊加個幼字。之前嘅啊字，安全嘅安字都有女字嘅部分，所以類似嘅。再落去下一個ね、呢，我哋好似寫阿拉伯數目字嘅1、7，再喺右邊加上2字咁，1、7、2就我哋平時話卡哇伊呢個呢字嘅讀法。の、最後一個我哋成日見到嘅 no 字，呢個係個奶字做字源嘅，不過我哋會好似寫成一個細加 e 瞓低咗咁樣。再聽多一次 nani nu ne no 嘅發音，然之後我哋睇一睇啲生字。な、に、ぬ、ね、の、第一個茄子な、加上 su 會讀成なす、なす、高音會喺前面嘅，讀成 nasu。に、肉會讀成肉、肉、後邊嘅高音 niku niku。至於呢個奴隸嘅奴字做字源嘅 nu， ぬ、我哋拼一個 e 喺前邊會變成いぬ、いぬ、inu， 漢字寫個犬字，即係狗咁解。nani nu ne 嘅ね、呢172咁樣寫法嘅錢，我哋會叫お金、お金、お金。最尾第5個の、 no， 海苔即係紫菜會讀成のり、のり、呢個呢係呢度嚟嘅，